耶穌以加大對使徒嘅訓練力度嚟展開佢塵世生命嘅最後一年。如果要佢嘅信息同教會喺佢離世之後繼續傳流，咁佢就必須令呢12位只係識佢唔夠24個月嘅普通人，以更深刻嘅方式去學習。有一日，耶穌目睹佢哋有所爭論，隨後就問：你們議論的是什麼？佢哋似乎感到羞愧。經文記載佢哋不作聲。不過呢位最偉大嘅教師睇得出佢哋心中嘅議論，並察覺到個人驕傲第一次喺佢哋當中浮現。於是佢叫一個小孩子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我哋應該留意，早喺基督降生之前，便雅憫王喺佢嘅告別講道當中就已經有就小孩子謙卑嘅特性而講出呢番意義深遠嘅說話。自然人是神的敵人，將來也如此，永永遠遠也如此，除非他藉着主基督的贖罪而成為聖徒，變得着小孩一樣順從、謙卑、充滿愛心，就像小孩回應他父親一樣。不過，我哋當然唔鼓勵某啲幼稚嘅衝動。25年前嗰時，我3歲嘅孫仔咬咗佢5歲嘅姐姐嘅手臂一下。我女婿嗰晚負責照顧啲仔女，佢當場好緊張咁教導佢個女所有佢諗到有關寬恕嘅事。最後話弟弟有可能根本唔知道手臂俾人咬一下係咩感覺。而嗰項即興嘅父親教訓，完美咁成功咗大約1分鐘至1分半鐘左右，直到喺仔女嘅睡房傳嚟一道驚天動地嘅喊聲，跟住我孫女就冷靜咁大聲話：佢而家知啦。咁我哋喺呢啲人生嘅新秀隊伍身上睇到啲咩美德呢？喺整部摩爾門經最感人嘅情景當中，係啲咩令到基督本人都流出淚水呢？當耶穌召喚天上嘅火同守護天使降臨，圍繞住嗰啲小孩子，並命令大人看他們的小孩嗰時，佢又教導等啲咩呢？我哋唔知道係咩促使耶穌咁樣做，但我認為係同小孩子嘅純潔同天真、與生俱來嘅謙卑，以及我哋可以從佢哋身上學到嘅嘢有關。點解
有位先知會將我哋現今絕望嘅日子標籤成虛空的虛空呢？點解嗰座巨大嘅廣廈代表嘅人類兒女的狂妄想像和驕傲，喺李海嘅異象中等同靈性死亡？而嗰班為咗一己私利而祈禱嘅卓倫人呢？阿爾瑪咁樣講起佢哋：神啊，他們口裏祈求你，卻又因世上無益的事物而張狂。相比之下，有咩會比喺祈禱中嘅小孩子更甜美、更純潔或者更謙卑呢？嗰刻就好似置身喺天國一樣。對佢哋嚟講，神同基督係活生生嘅人物，但係其他人嘅祈禱可能就比較流於表面啦。正如理查伊凡長老喺60幾年喺呢個講台前陳述引述：我們中有很多人聲稱是基督徒，但我們並不將他當成一回事。我們尊重他，但我們並不跟從他。我們引用他說的話，但我們並不依照他的話生活。我們敬重他，但我們不崇拜他。如果世人尊崇基督多於用佢嘅名做粗言穢語，我哋嘅生活會有幾唔同呢？但係小孩子真心愛佢，而且嗰份愛可以帶到佢哋喺人生遊樂場嘅其他人際關係之中。通常，就算仲喺幼年，小朋友都好容易去愛，樂於寬恕。佢哋嘅笑聲能夠融化最冷酷、最頑硬嘅心。而呢份清單仲有排數嘅，譬如話純潔、信賴、勇氣、品格。嚟同我一齊睇下我一位年輕朋友點樣展現出喺神面前嘅謙卑。喺2025年1月5號，即係91日之前，伊斯頓達林喬利被授予亞倫聖職，並蒙按立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執事。伊斯頓自從有記憶開始，就一直渴望能夠傳遞主嘅晚餐，即係聖餐。但係伴隨住呢個神聖機會而嚟嘅係令人枕食難安嘅憂慮。佢擔心會失敗，會跌低，會俾人笑，或者令到自己同屋企人覺得好尷尬。要知道，伊斯頓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縮症，係一種罕見兼破壞力極強嘅疾病。隨之而嚟嘅艱巨挑戰，逐漸充斥佢年輕嘅生命，粉碎咗佢對未來嘅憧憬、憧憬同夢想。佢好快就要永遠坐喺輪椅度，之後仲會有咩等住佢？佢屋企人都絕口不提。伊斯頓被按立之後嗰個星期日，佢將會第一次傳遞聖餐，而佢不為人知嘅動機
就係要企喺身為知會主教嘅爸爸面前，親自將呢啲神聖象徵傳遞俾佢領受。喺為呢項任務做準備嗰陣，佢一再懇求，喊住咁哀求大家，保證冇人會試圖出手幫佢。基於好多原因，佢自己嘅原因，佢好需要喺冇人幫助之下獨自完成。喺祭司將象徵基督破碎身體嘅麵包搣開，祝福咗之後，舉步維艱嘅伊斯頓就移動孱弱嘅身軀上前接聖餐盤，但係由教堂嘅地板去到架起嘅講台，要行3大步梯級。所以喺接過聖餐盤之後，佢就盡全力將聖餐盤舉高，放喺扶手上方嘅平面位置。跟住佢坐喺比較高嗰層梯級度，用雙手將隻右腳拉上去第一層梯級，然後再將左腳拉上同一層梯級。再重複咁做，直到佢艱辛咁登上佢呢3層個人嘅聖母峰最高峰。之後佢自己去到一條結構柱旁邊，扶住條柱爬起身，穩住站姿，然後再返去聖餐盤嗰度。佢再行多幾步，企咗喺主教佢爸爸面前。主教早就熱淚盈眶，淚流滿面，仲必須克制自己唔去擁抱佢呢個勇氣十足嘅忠信兒子。伊斯頓鬆咗口氣，笑容滿面，就好似講得出我已經榮耀我的父，他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佢對自己一心想取悅嗰位父親嘅信心、忠誠、純潔、信賴、榮耀，同埋最終就係愛。呢啲以及其他好多特質，令到我哋都會話：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各位姊妹、弟兄同朋友，我所知道嗰啲最美好嘅人物形象，就係正如我哋今日所提到嘅人一樣，咁盡心盡責又彌足珍貴嘅嗰啲嬰兒、小孩同青少年。我見證佢哋係神嘅國度喺地上欣欣向榮嘅形象，充滿能力同華美。我同樣咁見證約瑟斯密喺佢年少嘅時候，見到佢宣稱見到嘅事物，亦有同佢嘅宣稱嘅人物對話。我見證謙卑純潔嘅羅素納爾遜係神所按立，擁有恩賜嘅先知同先見。經過一生嘅不斷研讀，我見證摩爾門經係我所讀過最值得讀嘅一本書，亦係我喺神國中嗰個小住處嘅拱心石。我見證基督嘅聖蹟同你哋嘅祈禱治愈咗我嘅生命。我係基督嘅聖蹟同你哋嘅祈禱。我知道呢一切都係真實嘅，而且要為此作證，奉神所有兒子中最忠誠而且謙卑嗰位阿拉法同俄梅爾，偉大而自有永有者，嗰位被釘十字架誠實作見證嘅，亦即係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